做伙读圣经，今仔日8月18，咱做伙读耶利米书第23章到第26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23章，上主讲，遐个杀害搁赶散我草场的羊的牧者有知迄啦。关系遮个着牧养上主子民的牧者。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无照顾我的羊，搁甲因赶散，恁着知，我要因为恁的歹行为，甲恁处罚。我要组织遐个剩落来的羊，对我赶散因去的所在，甲因带倒来，互因生炭，搁加添真多。我要派新的牧者牧养因，我的羊群袂搁失胆惊吓。连一只拢袂失落。上主安尼宣布。上主讲：时日都要到，我要互大笔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以治国显明，伫即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因为伊的执政，犹大要得到解救，以色列人民会当安居乐业。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上主讲，时日一个到，人咒抓的时袂阁讲，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永活的上主咒抓，因要讲，我记迄位带以色列人离开北方的地，离开伊甲因流放去的达国。迄位永活的上主咒抓，因为徛起伫家己的乡土。讲到遐个神弟，我的心刺切，我规身躯的骨头哭哭着。为着上主甲伊神圣的话，我亲像酒醉的人，袂当控制家己。即个对世界拢是对上主不忠的人，因的所做是滥用权力，因受咒诅。地就抗旱，草场高大。上主讲，先知甲祭司拢亵渎我，伫我圣殿做邪恶的事，因行的路暗搁骨，互人对入伫遐跋倒。我刑罚因的日到啦，我要互灾祸临到因。我看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做可恶的事，因奉巴力神明的名讲预言。带我的人民以色列行错误的路。我看见耶路撒冷的先知做可怕的事，因犯奸淫讲白贼，加强歹人的势力，所以无人离开邪恶。对我来看，因拢亲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亲像蛾摩拉。所以，我上主万军的统帅针对耶路撒冷的先知讲，我要互因食苦果，啉毒水，因为逐所在无健康的风气是因造成的。上主万国统帅对耶路撒冷人民讲，毋通听这个先知的话，因传互恁的是虚假的预望，因讲的预言是家己想的，毋是我传互因的。因一直对遐个毋肯听我的话的人讲，上主讲，平安无事，佮对遐个心硬的人讲，灾祸袂临到恁。敢有人参加上主天庭的议会，捌看到也是听到伊讲话，因敢有认真听伊讲的话？看咧，上主的大生气亲像光烈风，伫歹人的头壳顶转射。到上主的计划完全实现，伊的生气才会煞。时日一个到，恁才会清楚明白这个事。我无找派这个先知，毋过因家己世界行。我无对因讲话，毋过因家己讲预言。因若捌参加我召集的议会，就会对我的人民传达我的信息，互人民离开罪恶的路，无做邪恶的事。我上主问恁，我简单伫近的所在，才是上帝。
伫远远诶所在就毋是上帝。我阁问恁，敢有人会当秘伫稳捌诶所在，互我看袂着？我敢毋是充满伫天地逐角落？遐个上帝用我诶名讲假诶预言，讲我忘记，我忘记。因心存诡诈，讲白贼话，要到什么时？因互相讲家己诶梦，要互我诶人民袂记得我诶名，亲像因诶祖先为着巴力袂记得我诶名。故在遐个做梦诶上帝去讲因做诶梦，互遐个听我信息诶上帝忠实传达我诶话。袂过甲袂随，要安怎比？我诶信息敢毋是亲像迄，敢毋是亲像话讲喙石盘诶铁锤。我上主安尼讲，注意，我要对付遐个上帝，因互相偷用别人诶话当做我诶话。上主阁讲，注意，我要对付遐个上帝，因将家己诶话当做我诶话。我要对付遐个上帝，因为因诶梦拢是骗人诶。因用这个梦以及白贼甲夸口诶话，带我诶人民行入歪路。我无差派因，嘛无命令因，因对这个人民拢无利益。上主安尼宣告。上主对我讲，我诶子民上帝也是祭司人问你，上主有啥物信息？你得甲因讲，恁是上主诶同担，伊要气杀恁。老上帝祭司也是我诶子民讲，这就是上主诶信息。我要刑罚伊甲伊诶全家。逐个人得问家己诶厝边朋友，上主讲什么？上主应答什么？因袂当阁讲这是上主诶信息。老人阁讲即句话，我就要将我诶信息变做伊诶同担。因南山使用我上帝诶话，就是上主万国统帅咱诶上帝诶话。你得问遐个上帝，上主讲什么？上主应答什么？因若阁讲这是上主诶信息，即句话我已经吩咐恁毋通阁讲。你得甲因讲，我一定要将恁放袂记得，甲恁以及我赐予恁甲恁祖先诶城对我面前逼出去。我要互恁久长见效，永远袂记得即个侮辱。第2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将约雅敬诶囝犹大王约雅斤以及犹大国诶官员、做工师傅甲拍铁师傅，拢掠去巴比伦。即个代志以后，上主互我看见伫上主圣殿头前有两人无花果，一人真水，亲像粗色诶无花果；一人真歹，歹甲袂食得诶无花果。上主问我亚利米，你有看见什么？我应讲，我有看见无花果，好诶真好，歹诶真歹，歹甲袂食得。上主阁对我讲，我上主以色列上帝要将遐个对即块土地流放去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作好的无花果，好款待因。我要看顾因，祝福因，带因倒来即块土地。我要甲因重建，袂甲因拆毁。我要甲因栽种，袂甲因拔出。我要赐因一粒认捌我的心，承认我是上主。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因的上帝，因为因要一心一意归顺我。上主咧讲，犹大王西底家甲伊的官员存落来留伫即块土地的耶路撒冷人民，以及住伫埃及的犹大人，我要甲因当作歹甲袂食得的无花果。我要互因拄着大灾难，互天的万国的人看了拢惊吓讨厌因。我要互因伫流放去的逐所在，互人侮辱、讥笑、欺人，搁受咒诅。我要用战乱、饥荒、甲瘟疫除灭因，互因对我赏赐因甲因列祖的即块土地消失。第25章。
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做巴比伦王的第1年，上主将有关犹大人民的话传予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甲所有的犹大人民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对阿文王的囝约西亚做王第13年到今仔日，这23年来，上主不时对我讲话，我嘛继续将伊的话传予恁，毋过恁拢无要听谈。上主虽然一遍搁一遍派伊的仆人种先知来恁遮，毋过恁完全毋听谈。恁应甲恁讲，恁逐个人着悔改，离开邪恶的道路，放杀罪恶的行为，安尼恁才会当永永远远住伫上主赐予恁甲恁的祖先的土地。所以上主讲，恁毋通去缀别个神明，服侍敬拜因，毋通拜恁的手做的物，惹我生气。安尼我就袂降灾的互恁。毋过恁拢毋听谈，颠倒去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惹我生气，家己惹祸端。上主万国统帅讲，因为恁毋听谈我的话，我要调北方的民族甲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土地甲遐的居民，以及周围的民族。我要甲因彻底消灭，互这个地永远趴远，互人着惊啼笑。上主安尼宣告，我嘛要互因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无人下无，无人点灯，全国拢会趴远，互人着惊。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后，我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民族所犯的罪，甲因刑罚，消灭这个国家，互迄个地永远荒废。上主安尼宣布，我要互我针对这个国家所讲的话实现，嘛要互记载伫这本册关系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拢实现。我要照巴比伦人的行为甲因的手所做的报应因，会有真济国甲大君王掠因去做奴隶。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甲我讲，你着对我的手，甲这杯受气的酒接去，提起互我派你去的逐个啉，因啉了会东倒西歪起笑，因为我要互因拄着战乱。我就对上主的手，甲这杯酒接过来，提起互上主派我去的逐个啉，包括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城镇，犹大的君王甲领袖，互这个城镇趴远受气杀，互人啼笑咒诅，亲像今仔日安尼。嘛包括埃及王法老，伊的元神、领袖甲所有的人民，以及外族人，波斯地区的君王，菲利斯的诸王，阿什基伦、加萨、以吉伦，以及阿什突村落来的人，以东人、摩押人、阿文人、泰尼甲西顿的君王，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君王，底但、提马、波斯甲铁边边的民族，阿拉伯君王，沙漠地区的达族的王，心里伊兰、米底亚所有的君王，北方无论远还是近的君王，全世界的各国拢要啉这杯酒，最后巴比伦王嘛着啉。上主对我讲，你着甲因讲，上主万国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着啉这杯酒，啉甲醉，啉甲吐，啉甲跋倒，啉甲爬袂起来，因为我要互恁拄着战乱。因若毋肯接你这杯酒去啉，你着甲因讲，上主万国的统帅安尼讲，恁一定着啉。我既然对这座奉我的名起的城开始降灾的，
恁减会当免受刑罚，恁一定袂，因为我已经命令刀剑来攻击全地的子民。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所以，你着将我交代的话对因宣讲，即笔因。上主对天顶大声喊，对伊大圣的所在喊声，伊对牧场的羊群大声喊，对地上所有的子民喊声，亲像打葡萄的人在喊。上主喊的声会传到天边海角，因为伊要控告万族，要审判所有的人，社会人伊要互因死伫倒下。上主安尼宣告。上主万军的统帅佮讲，着注意，会有灾难对这国拖到迄国，会有大暴风对世界尽头架起来。到迄日，对地这边头到迄边头，一世界拢是上主害死的人，无人为着因提靠，无人甲因收身心，无人甲因抬，遐尸体拢要变做地面的粪。人民的牧者，恁着哀哭嗷叫，羊群的领袖啊，恁着哀伤，伫土沙粉割来割去。恁要互人遭灭的日子到啦，恁会摔倒，亲像贵重的飞气摔甲碎碎。牧者无路通逃走，羊群的领袖嘛无法度逃脱。着注意听，牧者在嗷叫，羊群的领袖在哀哭。因为上主在毁坏因的牧场，上主发出猛烈的受气，平安青翠的牧场变做荒坡。上主亲像少壮的狮离开血，因的土地因为欺压者的生气，佮因为上主猛烈的生气，变做趴远的所在。第26章。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开始做犹大王的时，上主对耶利米讲：上主安尼讲，你着去徛伫上主圣殿的埕，将我命令你着讲的话，甲遐个对犹大逐个城镇来敬拜上主的人讲，连一句拢毋通无讲，因为因会听，逐个人会离开因邪恶的道路。安尼，我就要改变心意，无要因为因邪恶的行为降灾互因。你着甲因讲，上主安尼讲，你若无要听从我的话，无要遵行我颁布互恁的律法，无要听从我派我的仆人正先知来恁遮所讲的话，我一遍搁一遍派因来，恁犹原毋听。所以，我要互即间圣殿甲示罗同款，互即个城成做地上万族咒诅的对象。耶利米伫上主的圣殿讲这话，这时先知以及所有人民拢有听到。耶利米将上主命令伊着对所有的人民讲的话讲煞。这时先知甲人民甲伊掠起来，讲：你该死！你是安怎利用上主的名讲预言，讲即间圣殿会亲像示罗，即个城一定会趴远无人住，所有人民拢组织我来上主的圣殿，甲耶利米为敌。犹大官员听到这个代志，就对王宫上来上主的圣殿，坐踮上主圣殿的神门门口。这时先知对官员甲人民讲：这人得甲处死刑。伊讲预言攻击这个城，恁嘛有听到伊安尼讲。耶利米就对遐个官员甲人民讲：上主派我传达伊的话，攻击即间圣殿甲即座城，就是传讲恁拄则听到遐个话。但恁着改变恁的所行所做，听从上主恁的上帝的话，伊就会改变心意，将伊所宣布要降互恁的灾害取消。我咧，我已经伫恁的手头，恁看要安怎甲我处理？就照恁看做对的、好的，甲我处理。毋过，恁着较实在，恁若甲我处死，恁
恁即个城以及遮个居民着担害死无辜诶人诶性命诶责任，因为上主真正有派我来恁遮，将遮个话拢讲互恁知。官员甲全体民众就对祭司甲先知讲，这个人无应该甲伊处死，因为伊奉上主咱诶上帝诶名对咱讲话。有一寡国内诶长老徛起来，对聚集诶民众讲：以西家王统治犹大诶时，摩利色人米迦对犹大人民讲预言，讲上主万军诶统帅安尼讲：锡安会亲像残野互人犁，耶路撒冷会变做土堆，即个殿诶山会变做树林诶山峦啊！犹大王希西家甲犹大人民兼有甲米迦处死。希西家兼毋是敬畏上主，有求上主怜悯，上主就改变心意，无将伊原来所讲诶灾个降落。咱现在煞要家己惹灾个。另外有一个基列亚人人叫做乌利亚，是示玛雅诶囝。伊奉上主诶名讲预言，甲亚利米共款讲预言，攻击即座城甲即个国家。约雅敬王甲伊诶军官员听到乌利亚诶话了后，王想要甲伊处死。乌利亚一个听见即个消息就惊，就走去埃及。约雅敬王派阿吉波诶囝伊利拿丹带几来人去埃及，甲乌利亚对埃及掠转来交互约雅敬王，王就甲伊处死，将伊诶身尸迄伫平民诶墓地。毋过沙番诶囝阿伊干保护亚利米，无将亚利米交互人民处死。咱今仔日读诶圣经节伫亚利米书第23章到第26章。